伊迄饭，甲恁爸父仔食呢？安尼呢？无饭啊呢？做嘛，拢无饭咧，一战车才饱啦，赢咧，比杜蕾斯较饱啦。猪排饭咯，心事重重啦。啊，即马连做食的拢甲恁爸母即套的啊。恁爸叫咖喱饭，伊迄饭，甲恁爸父仔食呢？安尼呢？无饭啊呢？做嘛，拢无饭咧。迄饭啊呢？一战车才饱啦，比杜蕾斯较饱啦。咖喱也好少，这样多少钱？400块。恁要当然要互伊1星，恁要评价要互伊1星的啦。叔叔的头家吼，即阵啊，拢咧听迄个啥物法师的哦，净空法师哦，讲即摆拢咧学安尼呢，拢咧真济呢，咧念迄个佛法呢。咧修佛呢，修佛之人呢，然后传迄互我呢，一寡佛教的，叫我爱对安尼其中哦，对这个佛册内底，对这个经文内底吼，去安尼顿哦，对安尼吼人生的未来吼，规个吼，较会安尼一片的光明，一片的灿烂安尼呢。即摆降2级啊，全国啦，嘛无效啊。真济物件啦，大家嘛更唔敢出门啦，逐工拢安尼啊，运动啦，行路散步慢跑啦，听佛经啦，净化啦，真济啦。叔叔，你好久没直播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林北，你降息古流的7月时啊，狗嘴吐不出象牙，讲小讲片呢。叔叔，你的金项链呢？拢无啦，无咧挂，要走了啊！要跑路了啦，没办法了啦。我也有买2件叔叔帅气的牛仔裤，只是我穿起来不帅而已。桃太郎，那是你的问题哦。叔叔穿很帅啊，叔叔穿起来很像国际巨星啊 ，Superstar 啊。你穿起来会不帅，要检讨啊！如果那2件穿起来不帅，你可以再跟叔叔买另外几件啊，你再试穿嘛。不帅没关系啦，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毕竟帅这种东西不是强求啦，我认为啦，帅是不能强求的，你懂吧？叔叔这一生这辈子用尽全力丑化自己，整个丑化自己，但是没办法，帅只是一个字。但始终跟着叔叔，始终跟着我，没办法啦，这种东西缘分啊啦。